美国初五是举行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抽签仪式，总统 Trump 亲身主持。国际卡球总会阁颁发和平奖给 Trump。这总会是讲，这个奖项是要颁发给团结人民，给未来世代有希望的人。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有不少卡球迷，对抽口啊，一些发休，一些牺牲，不少人拢关心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会甲多一个国家对战。I'm really thankful for being here because it's really competitive and a lot of great teams and players here, and I'm rooting for Brazil. 美国当地初五伫华盛顿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举行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抽考仪式，由美国总统川普亲身主持。抽考进程非法国际卡球总会主席因凡提诺颁发新设的和平奖给川普。因凡提诺表示，这奖是表扬团结人民为未来世代带来希望的杰出人士做的真大努力。不过，外媒报道，这个奖不是由国际卡总理事会投票选出，是由因凡提诺为候选名单内底直接选出。川普在奖时阵表示，世界正做更加安全咯。Thank you very much. This is truly one of the great honors of my life. And beyond awards, John and I were discussing this. We save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lives. The Congo is an example. I just want to thank everybody. The world is a safer place now. 2016年世界杯会为6月11开始到7月19结束，由美国、墨西哥、加拿大共同主办，赛场也会到3个国家举行。这是第一届将参赛队伍扩编到48队伍的赛程，分做10个小组比赛。另外，这比赛抽考第一摆14四强会比赛，也就是西班牙、阿根廷、法国、英格兰这4支排名上悬队伍，伫半决赛进程拢未拄到。公司新闻，陈世东编辑。